去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快乐。今仔日是新历的6月7日，旧历的4月21，礼拜四。来看这个顶个月发生的这件，新北市邦桥某一间私立的幼稚园，讲老师真有可能是甲囡仔饲爱困药啊，有17个家长来报案。这个案件今仔日有上新的进展。检方伫早起6点外发动第2波的搜索约谈，带回到幼稚园的园长甲老师，总共8个关系人。家长是真气愤，讲园长甲遐老师一定知影，甲囡仔饲爱困药啊这件代志。会觉得对家长很抱歉吗？园长用手诈骗，面对媒体问话点支持，伫警察介入下，互送去派出所侦讯。新北幼稚园饲药的案件，这风波是愈来愈热。家长讲，伫咧囡仔体内验出管制药品，检警佫一摆发动第2波的搜索。一定他们知情，因为这是很简单的逻辑。你幼幼班、小班、中班都有，那为什么唯独大班没？那因为据我所了解的。园长他自己本身小孩就是读大班的，我就会觉得很纳闷一件事情，这个老师怎么可以那么天衣无缝去为小孩子这些东西？家长是愈想愈气，嘛怀疑有涉案的老师，专案的关键人物赵老师，5月18号带回去了后，以2万块交保。检调这个月8号，佫一摆约谈园长和别个7个老师，将这8个人列作是关系前，嘛去搜索幼稚园和因大所在，甲重点放伫咧4月过到消息的监视器画面。你现在验尿或验血，其实都已经验不出来了。今天那么多小孩到你那边就，那你就只有很简单跟家长说司法调查。那你现在新北市政府要替家长代位求偿的一个做法。我们的新北市的教育局的局长，他满嘴的谎话，根本就没有什么专案。我们也希望检调积极的来侦办，甚至是已经不在学校的老师名单上没有的，这是一个疑问。到底有偌济老师涉案，无人知影。王美君嘛讲，有囡仔反映，有的老师动手。新北市教育局是回应全力配合调查，即马拢总17个家长报案，今日等检警免过求庭，才会当还有现一个真相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